10月14號星期二，英雄聯盟 S15 全球總決賽 ，IG 對陣 T1。粵語解說德羅兄弟將會為大家送上粵韻風華嘅精彩賽事評述。由於版權問題，屆時將會通過直播、異畫同聲傳播解說。我哋通過對標嚟收睇粵語解說。手機打開德羅兄弟直播間，電視或者電腦打開官方直播間，校準時間即可同步收聽 FM。如果可以接受嘅話，希望你可以點讚或者評論話我知。後續將會繼續為大家解說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電競粵語解說得翻我哋德羅兄弟依然堅持做。王者榮耀冇粵語解說 ，Dota 冇粵語解說，無畏契約冇粵語解說 ，CS:GO 冇粵語解說 ，CF 冇粵語解說 ，PUBG 冇粵語解說。簡單嚟講，傳統體育粵語解說依然有老前輩同埋部分新銳解說評述支持，而新興體育電子競技當中，粵語解說不受待見，同時都冇相關電競行業機構組織喺呢方面做粵語文化嘅保護。德羅兄弟只能夠做自己力所能及嘅嘢，而我哋都同樣呼籲，如果你係中意粵語、熱愛粵語，希望大家可以為粵語文化傳承出一分力。粵韻風華，傳遍天下，我哋比賽見。